来看高雄者，昨昏伫咧大树哦，有民众看到一个外国人伫咧路边呢卖家己做的一个台湾的国旗。警察去查，发现这个外国人呢是罗西亚籍的，也伫咧台湾做的活动呢无符合签证的规定，所以已经请移民署去处理。也伫咧中华这边哦，有海巡人员发现一对母仔囝挂保护仔踮伫咧公园的一个王者之宫桥伫咧行，也海巡人员呢去甲关心，发现讲对方是失联12天的印尼籍移工。 这个外国籍查甫人手提有印台湾国旗的旗啊，伫高雄市大树区卖旗啊，予民众讲家己是听众朋友来台湾自助旅行，希望民众开100块买旗啊赞助旅费。每个人都来这样子拿钱的话，也不是很好啊。对。 就变成常态啊，每个外国人啊，这样对他们外面的印象也不好。在我们这边的话，这样做有些人会觉得，像我就觉得一半一半，但是对有些人就会觉得说，现在诈骗那么多，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有时候善心就沦为一种被利用了。这种情形这阵啊真接快，现场看到人烦恼是诈骗，报警处理。警方到场了后，发现这查甫人是俄罗斯籍，摕观光签证来台湾，卖旗的行为违反入出国甲移民法。 所以，个人已请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来处理。外国人在我国停居留期间，不得从事与许可停居留原因不符之活动，并予驱逐出国，依法管制3年到5年，不得来台。伫中华是有失联满12年的移工被人查到，14中昼海巡人员伫丰原的王者之宫桥发现一对母女炸行李，真好奇查问，发现妈妈是印尼籍移工，不过已经失联4375天。边的查某囝今年6岁，由妈妈家己一个请养。2个人大包小包在这里啊。 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讲，查某囡仔的爸爸同款是失联移工，人伫高雄收容，目前先安置母女，后续会协助2个人办理回国手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亚南投的青年发展所，这个拜六礼拜呢是办南投青年开讲节的成果活动，就是要透过展览、透过讲座来交流，展现南投的青年多元的创意甲行动力，要来鼓励少年人哦，转来到南投发展。 我觉得这个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创业失败当暗墙，面顶挂着各种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心声。南投青年开讲节活动展示南投青年的创意甲创业的故事。亲像青年参与志愿服务计划得奖的团队，有一组是由在地大学生组成，利用学到的物件，为社区规划专属的防灾甲逃生的 SOP。 他们可能就认为说，要去避难的时候，应该要再带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是透过我们和他们互动之后，还有居民之间，他们就是互相的去交流一下，去避难的时候要带什么样的东西。南投县青年发展所成立82年，活动除了展示成果，也邀请10多年前甲南投德山的老厝改装做民宿，而且推设地方创新正成功的后辈军来演讲。 伊爱即卖少年免要依别人的眼光，找家己喜欢的物件去投入，然后坚持落去。好好了解家己要做啥物代志，慢慢甲地方好好来参详，想看家己要做的代志要安怎进行。我感觉即马对政府甲民间有足侪资源，会使来甲大家斗相共。大部分的青年朋友回到这个地方发展，或是在做创业的事情的时候，都需要身兼数职，也要身兼非常多的技能哈。那斜杠才有办法在这个环境下，这个激烈环境下做一个生存。南投县青发所表示，未来继续整合中央甲地方的资源，推动青年就业、创业、社会参与，也会开发少年人喜欢的活动，亲像音乐会。 并且创造偌侪国际交流的机会，希望吸引偌侪青年回来南投。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